香港，全球生活節奏最快嘅城市之一。我哋每日能夠喺呢度踏實前行，有賴路政署一直堅守使命，推動本港運輸基建發展及維護公共道路網絡，成就生活每一步。路政署一直積極擴展同優化香港嘅道路及鐵路網絡，以滿足交通運輸同城市發展需要。我哋興建大橋同隧道，以克服擴展道路網絡嘅挑戰同障礙，使道路更省時高效及具成本效益。我哋推展工程項目期間，與各持份者緊密溝通，並密切監督工程進度，控制成本同施工質量。同時通過採用合適嘅建造技術，令工程更有效同安全地進行。我哋更積極響應政府推動創新與科技及可持續發展嘅政策，廣泛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並積極推動工程監督系統數碼化，提升項目嘅效益同質量。亦喺部分新建行車隧道引入空氣淨化系統，有效減少大部分可吸入懸浮粒子同二氧化氮。我哋配合以公共交通為本，並以鐵路為骨幹嘅政策，檢討香港鐵路發展策略，制定鐵路發展藍圖，監督並推動新鐵路項目嘅落實。我哋更把握推展跨境鐵路項目嘅契機，同相關部門及鐵路專家合作制定香港鐵路標準，提供清晰嘅技術規範，便利引入先進建築技術及設備，同時成立鐵路審批組，加快新鐵路項目嘅推展進程。我哋積極配合北部都會區嘅發展，推動多個相關道路及鐵路項目，滿足人流物流需求，深化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嘅互聯互通，同時加強北部都會區與維港都會區嘅聯繫。我哋亦把握最新技術機遇，為地勢起伏嘅已發展區域引入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以更具成本效益嘅方式，進一步優化交通運輸網絡。香港道路使用率非常高，為確保市民有良好嘅出行體驗，路政署致力做好道路設施嘅維護工作及地區工程。我哋定期檢查，以監測路面、橋樑結構同路旁斜坡及其他附屬道路設施嘅狀況，適時作出跟進，亦積極應用創新科技及研發，並引入新鋪路物料，持續提升工作效率及改善路面質素。我哋逐步將傳統燈具換成 LED 燈，同時建立智能路燈管理系統，實時遙距監測街燈嘅運作狀況，以提供更環保及可靠嘅公共照明服務。每逢雨季同颱風季節，我哋隨時準備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以在道路因山泥傾瀉、塌樹或有物件被強風吹倒而對路面造成障礙時，迅速安排清理，恢復道路暢通。為便利市民出行及提升步行環境，我哋喺各區推行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為公共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同其他無障礙設施，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梯連接系統同升降機系統，並積極推展行人通道加建上蓋工程。我哋亦喺城市不同角落為街道設施引入富有美感嘅設計，建構出各區獨特嘅街道景觀。同時為轄下路旁斜坡及快速公路範圍內嘅植物進行合適嘅護養工作，包括逐步將步入老年期嘅先鋒樹換成花期長而且色彩鮮豔嘅原生植物，為社區增添色彩。我哋會繼續堅守使命，讓大家踏實地向目標邁進。路政署，成就生活每一步。